歡迎收睇 Water 講新聞，我係代班主持阿夢。今日先講清楚，近呢幾日瘋傳嘅所謂第三個際外彗星阿特拉斯，會喺2025年10月29號貼住太陽方向，從地球視角好似多咗喺太陽後面。唔少留言就話佢可能係外星飛船，仲有人問會唔會撞地球，係咪世界末日？今實重點係，依家手上可以核對到嘅天文資料顯示，呢一粒天體被多個大型望遠鏡追蹤緊，運行路徑屬於遠日點來客嘅彗星軌道，距離地球仍然非常之遠。咁俗語講句，仲喺幾億公里之外，對地球冇即時威脅。至於係咪外星飛船，現階段只可以講呢一個講法屬於少數學者嘅個人推測，有待更多觀測證據先可以落定論。再返到10月29號，所謂躲太陽後面呢一個講法，地球圍住太陽行，任何經過太陽附近視線方向嘅天體都會出現一段時間貼日嘅情況。喺呢段時間，因為太陽光太猛，地面望遠鏡難以直接觀測。大家就會見到傳聞話佢匿喺太陽背後，其實呢個只係幾何位置同光害效果，唔係佢有意識咁走去玩捉迷藏，更加唔係乜嘢戰術隱形。講到底，匿喺太陽後邊4個字係地球角度嘅描述，唔等於有咩不可告人行動。而家撳實第二個重點，距離先係安全同否嘅第一把尺。根據公開觀測，阿特拉斯最近太陽嘅時間大約落喺2025年10月30號前後，距離太陽大約1.4個地球與太陽平均距離，換翻做數字，大概係2億1000萬公里左右。至於距離地球，估算會保持喺至少2億4000萬公里以上。呢一啲數字係咩意思？即係話佢同我哋之間仲隔住幾個地球與太陽嘅平均距離。無論引力影響定係碎片風險，都屬於安全邊界。換句話講，佢唔會冇啦啦轉彎飛入嚟撞我哋，因為大範圍軌道早就被連續監測緊，出現大幅偏離會第一時間被發現。第三個重點就係成分同行為。好多觀眾會問，點樣分到呢粒係彗星唔係人造物？咁簡單講，彗星靠近太陽嘅時候，受熱會噴出氣體同微細塵埃，會形成彗發同彗尾。光譜會見到水汽同其他揮發物嘅信號。近期有團隊形容阿特拉斯釋放水汽好似消防水喉傳開，呢一種強烈噴發就係典型彗星行為。亦都有科學隊伍話喺觀測資料裏面見到與鎳相關嘅氣體跡象，呢點引起咗好多討論。因為鎳喺彗星環境嘅分布同來源，學界仲喺度研究。喺結果未完全定調之前，最穩陣嘅講法係佢表現得好似一粒自然形成嘅古老冰層天體，仲未有足夠證據話佢係人造。講到呢度就要處理外界最熱門嗰條問題，會唔會係外星飛船？近年有知名學者提出，過去曾經出現過形態古怪嘅際外天體，未必完全可以用傳統彗星小行星模型解釋，所以值得開放式思考。開放式思考係好事，但學術上要由假說走到定論，需要幾個關鍵步驟。第一係可重複觀測，第二係多個獨立團隊分析後得出一致結論，第三係能夠排除更簡單嘅自然解釋。用翻今次阿特拉斯做例子，依家世界各地天文台同太空探測器都喺計劃喺佢靠近入面前後加密觀測，會睇佢嘅亮度變化，會睇噴發節奏，會睇塵埃分布。同時亦都會用無線電同粒子儀器嘗試捕捉佢噴出嘅帶電粒子影響。如果未來一段時間所有數據都同自然彗星一致，咁人造假說自然就會退場。如果有持續而明顯嘅異常，而且可以反覆驗證，先至有資格進一步討論更大膽嘅可能。而家再回到速度同體積，際外天體入嚟太陽系，先天就會較快。阿特拉斯估計核直徑大約11公里上下，唔係細粒，速度亦係幾十公里每秒級別。呢啲數字聽落嚇人，但對天文學嚟講算係合理範圍。重要嘅地方係速度高唔代表更危險。
危唔危險要睇路徑同距離。當你同佢唔喺同一條路線，飛得幾快都只係一閃而過。就好似公路上有架車開得快，但行喺對面線，亦都唔會無端端撞到你。再講清楚10月29號前後點解會特別熱，因為貼日觀測難度高，地面望遠鏡好多時要等過咗太陽光最耀眼嗰陣先再追，所以傳聞空檔容易滋生。而網上有唔少合成相片同誇張描述，尤其係標題寫到乜嘢前所未見、乜嘢黑天鵝呢一啲字眼，容易令情緒升溫。有學者用咗比較刺激嘅說法去提醒公眾留意，但佢講嘅係引起關注，唔等於宣判結論。社交平台演算法中意爆款，越驚嚇越多人 share， 於是乎就形成咗放大鏡效應。呢4個因素夾埋一齊，就造成咗大家今晚特別緊張。喺呢一種氛圍之下，最容易出現2種偏差。第一種叫絕對化，覺得要麼係外星飛船，要麼係假新聞，中間唔容許灰色地帶。其實科學世界入邊，灰色地帶係常態，觀測繼續，模型修正先會慢慢走近真相。第二種叫末日化，將任何貼日天體都聯想成世界末日。呢一種聯想好多時係人心嘅投射，未必同現實有關。宇宙尺度巨大，太陽系外嘅來客幾乎日日有，但要由幾億公里之外準確撞中地球，機率極低，仲要提前好耐就會被觀測到。地球有好多真實風險值得關注，例如氣候、能源、經濟呢一啲同我哋日常生活緊密相關，反而更需要心力。講返科研前線，依家點部署？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已經協調多部太空器，當中包括圍住木星運行嘅探測器，喺亞特拉斯噴發增強嘅時候，量度太陽風同彗星物質之間嘅互動。歐洲太空總署合作嘅地面台網亦都會喺不同波段監測，望遠鏡之間分工清晰，有啲專責影像，有啲專責光譜，有啲專責偏振。當彗星由入面離開視線強光區之後，南半球幾個大型台子會接力，將短時間密集觀測轉為中長期追蹤。換句話講，唔係冇人理，係一大堆專業人員日以繼夜咁對住。再講返點解有人堅持佢有奇怪之處？部分觀測報告話，佢嘅亮度、曲線同塵埃分佈好似又比典型彗星再硬淨少少。亦都有文章提到，某種同鎳有關嘅氣體比例較以往樣本偏高。呢一啲觀察值係值得研究，但唔能夠一跳就跳到人工物。自然世界本身就多樣，際外彗星喺遙遠星際環境形成，經歷過漫長輻射同撞擊，結構可能同我哋太陽系本地彗星唔一樣，出現唔同配方亦都唔出奇。學術上最常見嘅處理方法係先用自然模型逐項嘗試，解唔通先再打開更大膽嘅假說櫃島。呢個程序唔係保守，係科學基本功。至於大家問會唔會突然轉軌撞落嚟，要喺幾個星期內出現大幅轉軌，理論上需要一個相當巨型而且非常接近嘅外力，例如同大型天體貼身擦肩而過，或者內部發生極罕見嘅非對稱爆裂。依家所見嘅噴發雖然強，但屬於彗星常見行為，對軌道只會造成細微擾動。就算有輕微改變，觀測網絡都會即時更新參數，唔會一覺醒來先知道。以大局睇，風險可控，無需恐慌。嚟到呢度，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簡單判斷法。遇到太空新聞，先睇3件事：第一，距離幾多數字有冇講清楚；第二，路徑係穿越定係直指，路徑圖有冇交代；第三，觀測隊伍係咪多源頭，係咪有持續更新？呢3條如果答得上，通常就8、9不離10。咁相反，如果只係一句聳動形容，冇距離、冇路徑、冇隊伍，就要自己按停，等一等，再決定信唔信。再回到外星文明呢個大哉問，人類好自然會幻想，宇宙咁大，點會得我哋一種文明？呢一個想象本身冇錯，亦都推動咗好多探索工程，例如尋找來自遙遠行星附近嘅無線電模式，或者尋找人造物會留下嘅熱信號。學界亦都有嚴肅計劃，用非常嚴謹嘅篩選去揾不尋常信號。問題係將幻想變成科學，需要證據鏈。天上任何一粒天體都要先過自然解釋關，先至輪到人工假說出場。
阿特拉斯依家仲喺自然解釋階段，未到後一步。同時間，大家都關心另一個實際問題，會唔會有肉眼可見嘅天象？因為佢貼日，加上亮度波動暫時未穩，肉眼觀賞難度大，而且安全起見，任何時候都唔好用肉眼直望太陽附近，亦唔好用未經濾鏡嘅鏡筒對住太陽方向。最穩陣做法係等佢離開太陽泛光區，再由天文台公佈合適嘅觀測時窗。如果有機會用專業設備睇到，反而應該專注於科學價值多過肉眼打卡。另外值得提一提嘅係假相同假片。近排流傳唔少光點拖尾嘅相片，配上震撼形容。專家提醒，太陽附近嘅眩光同鏡頭內反射，極容易造成假尾巴。同時，電腦合成技術又越嚟越真，簡單嘅自保方法就係唔好靠單一畫面，最好睇返有觀測記錄嘅台站連續影像，或者等專業機構發放處理後嘅數據圖再判斷。越接近貼日，越要冷靜。咁講咗咁耐，最後再幫大家將幾句關鍵句收實。第一句，10月29號所謂躲太陽後面係視覺效果，並唔代表有任何戰術行為。第二句，依家推算距離地球仍然係幾億公里，對人類冇直接威脅。第三句，外星飛船講法屬假說，未見足夠證據支持，學界正用更多觀測去驗證。第四句，觀測網絡全面運作，一有異常會即時更新，冇需要用末日角度去理解。第五句，保持關注，但係避免恐慌，先係對自己同對科學最負責任嘅態度。我哋都明白，當一個話題同未知加埋時間壓力，就好容易令人情緒飆升。未知唔等於恐懼，未知係邀請我哋用更準確嘅知識去填空。太空新聞最好睇嘅地方就係佢令我哋抬頭，記得自己喺宇宙入邊只係一粒塵，但同時間人類又肯一齊砌拼圖，將一粒塵影到清清楚楚。今次阿特拉斯就係一塊新拼圖，佢可能會帶嚟新嘅化學線索，可能會幫我哋驗證彗星如何形成，可能會令某啲舊模型要微調。無論最後答案係乜嘢，科學嘅進步都會確確實實留低痕跡。收尾前再回到大家最想知嘅時間表，依家最關鍵嘅幾日就係10月29日同10月30日前後，因為係靠近入面嘅窗口。過咗最眩光嘅時段之後，台站會釋出新一輪觀測，內容包括亮度更新、噴發活動、塵埃彌散度。之後就輪到距離拉遠嘅中期追蹤，幫我哋睇清佢喺離日之後嘅狀態係穩定定係易碎。到咗嗰陣，消息會比較密，資訊會比較實，大家就可以用最新數據去判斷，而唔係靠想象。最後用2句說話送俾今晚仍然擔心嘅朋友。第一句，真正值得警惕嘅唔係遠在幾億公里外嘅來客，而係我哋自己對未知嘅過度幻想。第二句，保持好奇，保持耐心，將每一次宇宙來訪都當成一次學習。只要握住呢2句，消息一多，你就會自然分辨到咩係實，咩係虛。到呢度，我想問你2個問題。第一，你覺得當一個天文話題變成全民話題，媒體應該點樣喺通俗同嚴謹之間拿捏，先可以做到既不嚇人亦不漏料？第二，你認為人類將來最有可能第一次確認外星文明嘅證據，會喺邊個方向出現？會係無線電信號，會係化學痕跡，定係其他你意想不到嘅線索？歡迎喺留言同我哋傾你嘅睇法，記得訂閱頻道，俾個讚，分享俾身邊朋友。我哋會持續跟進最新觀測，再同你報告。我係 Water 講新聞嘅代班主持阿蒙，我下次再見。